好啦，另一個叫做 Scenario Managers 係 What If Analysis 嘅一種嚟㗎。嗱，頭先我哋咧就揾足高息啦，要80萬呢，要究竟每個月薪或者個租金幾多錢啦？嗱，今次倒轉啦，我想睇下每個租金或者月薪嘅組合會得出乜嘢嘅累積嘅儲到幾多錢呢？嗱，我哋做法呢就係用 data 入邊嘅 What If Analysis、Scenario Managers。嗱，之前教過你整呢啲咁嘅資料㗎。你嗱好簡單，你撳 Add 一加呢，咁啊手改啦。咁你加完之後呢，你打個名，跟住揀 C2 去到 D2啦，即係揀呢個範圍。OK，跟住呢，嗱你俾個 title 佢啦。假如我呢個要45000同埋9500嘅，即係我要賺每個月收人工45000，交租交9500蚊，會2年之後會16年尾會儲幾多錢呢？咁啊睇一睇咯。咁撳落去，你自己打啦，45000、9500。好啦，第二個組合都係啦。第二個呢就係今次係5萬蚊嘅收人工，1萬蚊嘅租金，有幾多錢呢？好啦，咁你改啦，可以改㗎。咁其實呢，有唔同嘅組合，想睇咩結果咯。譬如我 show 一撳 show 呢，譬如第一組45000人工，俾9500蚊租，我會2年後會儲到86350蚊。咁第二個組合呢，撳 show，即係話呢，如果5萬蚊人工，俾1萬蚊租呢，我會2年後就會儲到98萬。第三個組合啦，都見面到呢，就係話呢，根據我嘅輸入得到我嘅咩輸出，呢個就係 scenario 個 manager 嘅作用啦。